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3月2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9篇，耶利米书11章第1节到17节，罗马书第2章第1节到1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审判。牧师真爱提醒兄弟。关于这个亚当、夏娃，当初时并毋是因为追求智慧来互赶逐出伫爱甸园外口。其实因所追求、因所想要得到的，是迄个辨别是非的权力，互人赶出爱甸园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迄个审判权毋是要赏赐互人，迄是代表上帝爱甸园园主的权柄。耶稣基督伫上天了后，重要的工作是甚物呢？伫使徒圣经内底讲，当伊上天，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，所以基督徒着爱真细致，家己的言行，千万毋通变成做一个真爱批判论断别人的人，因为若安尼，就是犯着甲亚当、夏娃共款的罪。伫前礼拜六，咱伫读经的分享的中间，提到耶稣基督的话，安尼讲：好人对伊的心底积存的好发出好来，歹人对伊积存的歹发出歹来。一个人心里充满着什么，嘴就讲什么。遵守诫命的基督徒一定爱做的事，亚当夏娃就连这个真简单的诫命也做袂到。对伫现代人来讲，牧师认为搁较难，因为现代人时常将民主、将自由、将家己的权力放伫第一位。真少愿意真主动去遵守上帝诫命，成做第一个作为。但是基督信仰所强调的，却是遵守诫命，但毋是讲咱对所有的极权统治的戆中啦青迷来军队，亲像即摆的苏俄侵略着乌克兰的战争的内底。咱看到有济有良知的苏俄人民，因真勇敢站出来，对伫即个侵略的行为发表出因的看法甲抗议。因为因所要遵守的是上帝的公义甲疼，毋是政客迄种极权的命令。因这人可能需要面对为着因的发言来失去因的自由，但是因却愿意思考公义，愿意出声。伫即几天的中间，立法院有一位立委伫咧质询的时，质询这个官员的时阵，不但用非事实的代志来论，佮对待这个官员好若咧对待精生共款。这并袂当代表一个民意代表的质询品质，也是讲伊的任务。却亲像耶稣基督所讲的，一个人心里充满什么，伊的嘴就讲什么。会记得高中的时阵，阮的老师甲阮举一个例，安尼讲有一天呢，苏东坡甲伊的朋友来打赌。伫咧即个静坐的时阵，看什么人的功力较高强。经过一段时间静坐了后，伊的朋友就开喙，
我好哪看到我面前亲像是一个神坐伫遐，苏东坡就想来想讲，即声就欢喜啊。伊就讲，我看到一对屎。苏东坡也真欢喜，将即个结果甲伊的小妹苏小妹来讲，并且讲，哈，你看我赢啦。结果伊的苏小妹呢，安尼甲苏东坡讲，阿兄，你输惨啊！因为迄个人心中有神，所以伊看到神。但是你的心中却是充满你所看见的物件。心中是什么样的品质，就讲出来的话就是什么样的话语。这正是耶稣基督咧甲军队者提醒的话。保罗也甲即个罗马教会基督徒讲：朋友啊，你批评论断别人，不管你是甚物人，拢袂通原谅的。你评断别人，用家己所做的，却是甲伊共款，你就是定家己的罪啊！原知上帝审判做即个事的人是无毋对的，但是朋友啊，你用来判断别人的事，正是你所做的。你想你就安尼就会当得闪上帝的审判吗？咱真习惯将人升入罪，那安尼咱就无有责任啊，就无有罪啊。这种是一种比较式的脱罪行为。咱了做安尼做，就会通逃避上帝的审判，并且是一种伫基督伦理顶悬最大的错误，就是扮演上帝的作为。亲像亚当甲夏娃共款，因将上帝的权柄定调伫家己的手下，因掠做家己是上帝来审判别人。事实上，安尼做的人是上帝所无欢喜的。罗马书安尼甲咱提醒：是毋是恁亲是伊的仁爱、宽容甲忍耐？你应该会晓得知上帝是仁慈的，因为伊要爱你来悔改。但是你的心固执、公义，为着家己来抵到真济的受气，抵到上帝的义的受气，甲公义的审判，来到日子就要受到更较重的刑罚。因为上帝爱照每一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伊。基督徒受呼召，并毋是要来审判别人，应该是要来行好，追求对上帝来的尊贵、荣耀、袂朽烂的性命。会通做到以上的标准的话，安尼上帝就要将永远的性命赏赐互因。伫浪子的故事中间，细汉囝伊确实是犯毋得，伊得罪老爸，也得罪上帝。但是大汉囝迄句：“你迄个囝甲娼妓开了你的财产。”伊所犯的错，除了掠家己做义以外，伊就是忽略家己所得到的恩典，你的财产。大囝无摕财产吗？上严重的罪就是将审判权摕来当作家己的。伊认为细汉囝有罪，伊就定伊的罪。伊讲伊不配来倒转来厝里。伊拒绝老爸伊提出的邀请，做伙入去享受盛宴的水好的意思。伊拒绝来行好，接纳伊的小弟。保罗安尼提醒阮，有一寡人真有耐心来做好，追求对上帝来的尊贵、荣耀，甲袂朽烂的性命。安尼的人，上帝将伊永远的活命赏赐互因，
抵到遐个自私拒绝真理，反倒当对遐不义个人，上帝义的受气甲刑罚就要临到伫因。所有做歹个人会无法度逃闪患难甲艰苦，先是犹太人，搁来是外邦人。因为所有行好个人，伊就要享受因尊贵、荣耀甲平安。先是犹太人，搁来是外邦人。因为上帝是无偏待人的。但愿享受慈悲的上帝帮助咱，成做一个愿意行好的人，毋爱成做迄个强夺上帝权柄的人，来遭受着家己定人罪的刑罚。诗篇39篇。我捌讲，我要谨慎我的言行，才免伫我的一指犯罪。歹人伫我面前的时，我要用喙暗的约束家己的喙舌。我恬恬无出声，连好话也无讲出嘴。我的痛苦就若加天，我内心就一直烧起来。我哪想火哪倒。我就开喙讲，上主啊，求你互我知影家己的结局，家己的年岁有偌济，互我知影家己的性命真紧就无去。你互我的日子实在真短，我的岁数在你看差不多是无。人不过是一个过一个气，人伫活亲像影。伊无用刺刺，实在无采工。因所积聚的，毋知啥人会得去。主啊，当我着听候什么？我的仰望在伫你，求你救我脱离我一切的过失，互我免受戆人的凌辱。因为你互我受苦，我静静无开喙。你互我的责罚。求你甲我除去，因为你的手会毒责，我得要消无。你责罚人，因为因犯罪；你互因所意爱，亲像着煮汤火气。人只不过是一个气。上主啊，求你听我的祈祷，暗耳孔听我的恳求。我流目屎，求你毋通无出声。我是倚靠你的出外人，甲我的列祖相款是囝脚的。求你宽容我，互我还未死的进前得到欢喜快乐。恳求上帝帮助阮，毋通真爱共批评、论断、审判别人，因为上帝无喜意。也因为当阮用安尼来审判别人的时阵，迄个标准就会成做审判阮家己的标准。互阮学习谦卑，甲人和好。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